下一站紅磡，乘客可以轉乘屯馬線，右邊嘅車門將會打開。下一站紅磡，乘客可以換乘屯馬線，右邊的車門將會打開。Next station, Hong Kong.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Tuen Ma line. Doors will open on the right. 長笛被你廉價脫手在網店，勤力上進難在每晚聽古典。他帶着豎琴而居了，主演護城裏面，雖解散樂團難以避免。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試8級琴才練，忘掉你有個樂趣在你大提琴發現，深宵當我們播着那張同一樣紀念唱片，弦樂伴奏記憶彈着殘舊樂器，隔空重聚又再見。時間樂隊成長伴侶，能團聚一晚，塵封低音管再吹。入了早一拍，那位是誰？誰人慢了歸隊？無需過分尖銳，回憶也為追求樂趣。離別了演奏廳社會裏要不停試練，疲倦了看看合照逐個隊員來掛念，敲響三角鈴你又記得同一幕震撼場面，台上是你我他回復同樣位置，角色迅速就似那一天。時間樂隊成長伴侶，能團聚一晚，忘記家中寶貝女。入了早一拍，那位是誰？誰人慢了歸隊？無需過分尖銳，回憶也為追求樂趣。有樂與愛，喜與怒和離愁必須，明日各自應付際遇，各有各歸去。時間樂隊演奏下去，隨旋律走過年輕高低曲折之旅，命裏似揮棒會指着誰？誰人延續下句？人生有太多淚，人生這樂章真的有趣。